我都一個靈感的講，他想要利用錢、濫用錢，那種槍動和打發，在我們還可以影響他的時候，盡量營造那個環境，刻意營造。就是像講，這種公投，其對方又好多法。因為我就講，我們上一代如果我不能以身作則，那我們如何要求下一代？無所謂，就像伊種講到20文藝，伊都個小物全部都客家有關。伊都講啊，少年客家店啊，中古。那我按照我們講32年前，到今年呢，你還算得出來呢？那個32年前那個標記是嘛的？為什麼？因為應該見到係在中路高飛，也講福佬話。牧師用福佬話講托，從聖詩嘛講福佬話。客家人語言天分還不錯哎，全部學得還不錯。仲係後來我都因為小家我都係客語教會，冇幾多啥。嗰個時有當時都是一個邱牧師啦，佢們南部人。其實非常的熱心，甚至有人戲稱到客家癲，但是這個是正面的講法啦，因為你對客家非常的都有心，熱切，甚至到有點癲狂的場度啦。我屬於影響啊，我屬於感通然後影響，對個是83年，都算到2年的。他有32年了，不是我們都算有32年。